砸烂旧西藏，文化大革命狂暴，斗牛鬼蛇神。1966年8月底的某一天，荷巴宁居委会的一群革命群众冲进爬过东街的一座大杂院里，于是在这些照片上留下了这样的情景：那个头戴狐皮帽、身穿皮衣的男人是贵族霍康·索朗边巴，其装束正是西藏噶夏政府4品以上官员的冬装。时值拉萨虽不十分炎热，但也是盛夏的8月，却让他穿上厚厚的冬装，显然非常难受。据说当时从他家掏出皮帽和皮衣，硬被说成是把这样的装束留在家里是梦想伏笔封建农奴制度，所以勒令他穿上。身裹绫罗、头戴传统头饰巴珠的女人是他的妻子卓玛央宗，另外一个藏军军官的老年男人是他的岳父。这3人的姿势很奇怪，2个男人双手各自展开一张装饰性很强的布幡，有人认为是藏军的旗子，有人以为与中国文化中的八卦有关，其实都不是。霍康·索朗边巴的儿子霍康·强巴丹达告诉我，这种布幡叫做罗布格基，是因为那圆形符号乃西藏的传统吉祥图案罗布宝贝，通常是过去的大户人家在节日时挂在房顶上或贴在门柱上，有驱邪避难的作用。可为什么要让他俩如此展示罗布格基呢？是为了表明这也属于封建迷信之类的施救吗？而女人一手扶着头，像是免得三角形状的头饰掉下来。霍康·索朗边巴乃西藏贵族世家中甚为著名的霍康家族第10代传人，19岁步入仕途，从7品官升至3品官，还担任过藏军军官。1950年昌都战役时曾被解放军俘虏，但不久被统战，任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委员。西藏被所谓的和平解放以后，任西藏军区干部学校教务处处长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参事室参事等。霍康·索朗边巴还是西藏贵族官员中与中共合作的典范阿佩·阿旺静美的表弟。1959年3月的拉萨抗暴之后，他被阿佩接往西藏军区受到保护。文革时阿佩自身难保，险遭揪斗，虽不久即被中共的飞机接往北京避难，但也无法再对霍康施予援手了。霍康沦为牛鬼蛇神，多次被揪斗。他与西藏当代大学者耿敦群培的深厚友谊是他的主要罪证之一。作为耿敦群培的师祖和弟子，霍康多次于危难之中倾力相助。耿敦群培为此在临终前把很多著作的原稿都赠予霍康保存。令人惋惜的是，在破施救时，大多数手稿被荷巴宁居委会的积极分子抄走并毁损殆尽。幸而有些著作留有手抄本和复印件，在文革结束之后，霍康将陆续找到的文稿整理为3册耿敦群培著作并出版，是目前研究耿敦群培最主要的文献。霍康本人也是一位学者，在历史研究、文学、文法方面颇有建树。1995年任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顾问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霍康·索朗边巴因病去世，享年77岁。他是霍康·索朗边巴的岳父，至今还有很多人记得他，称他比西波拉。波拉是对老人的尊称。比西是日喀则地区白朗县的一户贵族世家，不过比西波拉只是一个普通的庄园主，他有1儿1女。儿子留在庄园继承家业，女儿嫁给了霍康家族的少爷索朗边巴。
1959年前，毕希波拉带着妻子来拉萨朝佛，但从此没有再回老家，因为民主改革把土地分给了藩绅农奴，把他的领主儿子也斗争了，所以他和妻子一直跟女儿一家人住在一起。从毕希波拉的装束来看，无论是挂在颈项上的绳索，还是圆形帽子，都是过去藏军军官的打扮。据说仿照的是英国军人的装束，其实这身穿戴是女婿霍康索朗边巴过去当藏军军官时的军服，存放在箱子里，被革命群众翻出来强迫他穿上的。毕希波拉这时候年过60，看得出来革命已经使他万念俱灰，呆若木鸡。这与他身后兴高采烈的呼喊口号的藩绅农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几年后，毕希波拉在拉萨去世。仔细看这几幅照片，可以发现在批斗霍康一家的群众中，不少人在批斗女活佛桑丁多吉帕姆时也出现过。这幅照片让我想起第一次见霍康强巴丹达时，他的剧烈而无声的哭泣，以及他的沉痛诉说。是的，他这样说：当年我父亲曾说过，在批斗时他看见有人在拍照，我当时不在拉萨，还以为我一辈子也不会见到这样的情景。而照片上的毕希波拉，霍康强巴丹达的外公，他呆滞的目光紧盯着镜头，与身为解放军军官的我父亲在瞬间对视。这个挨斗的人看不清楚是谁，但从他的高帽上勉强分辨得出朗杰或者朗敦两个字。他身上的服装是噶夏政府的属官所穿的服装，有人说他可能是染巴朗杰王丘，又有人说像朗敦贡嘎王丘，到底是谁呢？如果是染巴朗杰王丘，那么他是拉萨贵族染巴家族的公子。在这个贵族世家曾经出过一位噶伦喇嘛。1952年，噶夏政府在北京设立达赖喇嘛办事处，染巴朗杰王丘被任命为办事处处长，官衔台级3品官。1955年被替换的染巴回到拉萨，文革结束后当过自治区政协的常委。如果是朗敦贡嘎王丘，那么他是13世达赖喇嘛的侄子，亚西朗敦家族的少爷，担任过长达10年的司伦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，相当于临时执政官，位置在噶伦之上，有属官充任，相当于2品官。然而他软弱无能，逐渐被架空而成为摆设，未能在西藏面临20世纪前所未有的紧迫形势时发挥作用，反而使之陷入权力角逐中，以致丧失活力和进取精神。1939年，朗敦卸任，变成一个专心研读古籍的人。文革结束后，当过自治区人大副主任，于1980年去世。照片上揪斗牛鬼蛇神的2个积极分子，左边的叫阿旺多吉，4代铁匠。在传统西藏，铁匠与屠夫等职业因与杀生有关，素被歧视，但在新西藏是藩绅农奴，一度扬眉吐气。不过如今又同从前一样，再度被歧视。是铁崩岗居委会的红卫兵，现在是居民，据说天天转经朝佛。右边的是曾经揪斗噶血巴的积极分子沃洛，站在阿旺多吉身后的那个手持棍子的人叫达瓦，坐在椅子上的那个人叫简参，是铁崩岗居委会的主任，过去是位穷画师。在西藏噶夏政府的官职中，米奔一职虽然只是4品官，也有认为是5品官，但却相当具有实际权力。MC 格德斯坦在《现代西藏史1913至1951年喇嘛王国的奔逝》一书中，将其定义为拉萨市长。
照片上被斗者察蒂·茨丹多吉，既是1950年代以前的米本，当时他与另一位贵族共同担任米本一职，他被称为察蒂米本，主要负责管理朗兹辖的事务，而朗兹辖这个政权机构主要职能是拉萨市政府的法院和监狱。察蒂·茨丹多吉出生于拉萨的普通贵族，其实他应该算是我母亲的舅舅，因为他与我母亲的母亲是同母异父的兄妹，不过我母亲对他没有太多记忆。他的妻子是阿佩阿旺静美的夫人的姐姐，他们没有子女，将保姆收为养女。1959年拉萨抗暴之后，因察蒂没有参加叛乱，被认为是爱国上层人士，曾一度迁往西藏军区，受到解放军的保护。但在1966年，察蒂被当作牛鬼蛇神遭到批斗，据说他住在鲁布居委会一带，所以他是属于鲁布居委会的牛鬼蛇神。他头戴的高帽上用藏文写着察蒂米本。与其他牛鬼蛇神比较，他的扮相更为特别的是，在他的脖子上套着一个类似项圈的东西，其实那是从前给犯人戴的一种刑具，叫做项夹，用藏文写着屠杀劳动人民的刽子手。挂在胸前的大字报上也写着屠杀劳动人民的刽子手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，从前的米本·茨丹多吉。他的手里还拿着皮鞭和镣铐，以表示这些都是他过去残害劳动人民的刑具。据说察蒂是牛鬼蛇神中被斗得最惨最苦的一个，不仅在批斗会上挨打，还被逼着当众强行吞咽一种很难吃的东西。一位当时就在台下观看批斗牛鬼蛇神的老人说，他亲眼看见居委会的红卫兵们压着察蒂的头，把一坨像大便一样黑乎乎的东西硬往他的嘴里塞。察蒂很难受，堵在嘴里半天也吞不下去。霍康强巴丹达也说，逼着察蒂吃的是糌粑团里混杂着青稞上面的刺，过去是犯人吃的食物，甚至连犯人也不肯吃，因为很难吞咽下去。察蒂当年管理朗兹辖肯定得罪了不少人，所以要让他来受这个罪。后来他过早死亡也是这个原因，据说他的胃被青稞的刺所伤。他是在文革后期去世的，不久他的夫人也病故了。照片上察蒂的嘴角是沾着一些东西。正在揪斗察蒂的2个男红卫兵是鲁姑居委会的红卫兵，在其中一人的胳膊上可以清楚看见袖章上写着城关区红卫兵的字样。在察蒂左边挨斗的女人据说是贵妇杰达巴德却，正在斗她的女积极分子被认出是盖桑，当时人们都叫她累吉巴盖桑了，意思是干部盖桑了。后来她确实当上了居委会的干部，现已死。这2幅照片上，一位头戴军帽的年轻女子正在十分激动地声讨察蒂·茨丹多吉的罪行。她被称作鲁姑阿加、鲁姑大姐，是鲁姑居委会很有名的积极分子，名叫昌倔。1959年以前是乞丐，故又叫鲁姑邦郭，邦郭是乞丐的意思。如今她还活着，靠做小生意为生。曾经收养过一个孤儿，送到印度求学。据说如今他天天转经朝佛。站在他身后的老妇也十分贫穷。批斗现场是在大昭寺的讲经场松丘饶啊，写有立新广场的牌子挂在大昭寺的红墙上。给察蒂米本挂在胸前的大字报看上去特别的长，拖到地上老远。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，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，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。
请扫描订阅二维码，订阅绝地禁书频道，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。